ご愛看はミニ PT グ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歡迎到屯門畫室。今日講嘅呢就係我哋4萬個 YouTube subscriber 訂閱嘅送禮活動嘅更新資訊啦。咁樣呢，而家係大家要留意啊！呢個非常重要嘅消息，我決定前後總共送出40支唔足嘅自來水筆。咁送出嘅方法呢，而家講啦，大家留意，我會喺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10點正呢，我會喺 minipity.com 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，我會出個 post 嘅 ，OK？ 跟住刺激啦！呢一鑊40份禮物，我係先到先得嘅，即係話你見個 post， 然後留你個名，我係會送俾你㗎啦。咁我係會送出去世界任何各地，香港、澳門、台灣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非洲、北極，單純係回饋大家對小弟嘅支持，係咁多，唔該晒，拜拜。今日到此為止，咁大家收睇中意條片嘅朋友呢，唔好幫我 like 佢、share 佢同埋 subscribe 我屯門畫室嘅 YouTube。另外我仲有2個 Facebook 嘅，分別係屯門畫室同埋 Mini PT 嘅，都拜託大家 follow 埋佢。所有嘅資訊嘅 link 呢，我擺咗下邊 description 噶啦，大家撳落去就望到噶啦。感激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